近期大量网传视频显示，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中共病毒2次感染，多地还出现了病毒性的脑炎。一段网友传出的大年初2拍摄的视频显示，天津总医院内人山人海。看看嘛，这大年初2，总医院急诊室人山人海，没有人真进不去。与中共宣称的各地疫情已经回落的形势显然不符。而另一段拍摄于除夕夜的视频显示，上海的医院内也是人满为患，而且大多为重症患者。1月24日，一名有医学背景的女士披露，仅过年的3天时间内，身边就有7个朋友复阳。这些人的症状与第一次感染显然不同，多为低热，老人甚至不发热，白肺患者增多。现在是新年刚过去3天，我身边就有7个朋友2次中招了，主要点是类似是肠胃炎的一个表现，严重的呕吐、拉肚子，甚至导致电解质的紊乱，要去挂点滴。还有一位女士自曝，她重复染疫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而腹泻一般被认为是感染 SBB 变种病毒的典型症状。这一次是嗓子也哑了，嗓子也疼，头也疼，浑身疼，伴随着有拉肚子、肚子疼。与此同时，在深圳、上海和杭州等地，因为染疫引发的中共病毒脑炎患者大量增多。一名广东的医生介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3医院，一名染疫患者1/3的大脑被病毒感染，属于急性坏死性脑炎。这种脑炎的死亡率比白肺更高。中国新年刚刚过去，尽管中共当局不断宣传本轮疫情已经过分，正在回落，但民间最新传出的中共病毒疫情消息，令人担心重复感染导致的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是否已经上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计，中国还将迎来新一波的中共病毒疫情，而接下来的这一波可能会更加致命。目前，中国至少有4个省份取消了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女性权益和结婚保障受到了严重威胁，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反弹。澎湃新闻2月2日报道，四川、陕西、广东、福建等4个省份已放宽了生育登记结婚的限制，安徽也提出了拟放宽生育登记限制的条例。此外，上述4个省份均支持非婚生子的落户。四川省卫健委1月28日对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了修订，从2月15日起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例。有网友警告，这个政策对婚姻制度、男女情感婚恋会带来巨大的变革，未来中国会全面推进，根本无从改变。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出台的违背伦理道德的生育政策是因为人口危机造成的。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伴随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加快，中国人口出生率60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截止2022年底，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1月31日在美国 DC 召开，会议聚焦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来自美国2党的议员表示，信仰自由是美国立国之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力对宗教发起攻击，着重突出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并点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中国，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著名球星凯特表示，美国应强硬地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必须谴责中共的人权暴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新任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1月31日连同共和党众议员蒂芬尼提出了2023年新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回应中国共产党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民族残暴的侵犯人权和持续的种族灭绝行为。1998年，美国立法将贸易最优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0年，
美国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与去年的版本一样，今年的众议院议案版本将中国的贸易地位与人权记录重新联系起来，并要求总统每年确认中共在尊重人权方面正在认真和持续的改进，如此才能在贸易协议中获得优惠的待遇。参议院的法案同样要求总统每年在国会批准下更新中国的贸易地位。参众两院的法案还将扩大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规定的侵犯人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清单。如果中国做出了这些行为，则会被废除最优惠国待遇，除非有总统豁免。这些行为包括运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强行关押人们的集中营，恐吓或骚扰不在中国居住的中国公民，从事针对美国的系统性经济间谍活动，包括盗窃知识产权等。